主后2024年6月初9，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弟兄，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下卷十一章17、19、21节。耶和华大互王以及人民甲上主立约，做上主的子民，搁互王甲人民立约。对安尼，全国的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拍碎祭坛甲偶像，搁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耶和华大派官员固守上主的圣殿，伊甲官长、甲二人、护卫兵以及全国人民，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对护卫兵院的门进入王宫，约阿斯就坐王位。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全城拢平静。阿他尼亚已经伫王宫互人杀死。约阿斯坐位的时才7岁以上。这是耶和华大甲约阿斯王，利未兄弟平安。历史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代志，也是拄好即阵在发生的代志。历史通分做史料、事实甲史观。史料是历史的文件文献，也是遗物，亲像犯罪的现场，保持愈完整的现场甲物件，就当发掘若接近真相的答案。事实是有确实发生的事件，是袂当否认也是扭曲的。若是史观是对历史事件做价值评价，也是判断，即个有时阵会对着解说者伊的主观立场，甚至有无共款的结论。比如讲，咱读过摩西伫出埃及要入迦南以前，有派12个侦探去探查规个迦南地，了后因转来做回复报告。12个侦探，其中10个人讲毋通入去，若入去迦南地会互大汉人活活累死。另外有2个侦探，因讲咱有上帝帮衬，就会当安稳自在稳赢的。结果以色列人因全部反对，毋敢进入迦南地。迄时有即个代志叫做史实，即个代志有记载伫圣经，是史料。分做2种的看法甲行动，这是史观。历史通诚做现在甲未来的发展做鉴戒，也是参考。所以历史是真有路用的研究工具。因为安尼，当咱咧读圣经，也是应用伫咱实阵的现况。当咱用信仰的观点，也就是用上帝话做史观，即个就会变成做是活泼，是活跳跳的意义。今仔日咱要读圣经的范围是列王记下卷11章到12章，即2章也通参考历代志录下卷24章22到24章相关的记载。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11章1节到3节，太后阿他尼亚篡位做王。犹大王亚舍互耶户追杀杀死了后，
南犹大，你当爱由亚舍的囝中间一个出来做王。毋过约兰伫做王的时，甲家己的兄弟杀死了。约兰娶亚哈的查某囝亚他尼雅做某。了，非利士人来拍约兰，甲伊的囝甲其他的某抢掠去，只有干留一个囝亚哈舍。当亚哈舍互耶户杀死，其他有42个王族也互耶户杀害，所以南犹大大笔的王室也只有干那剩亚哈舍的子孙若定。总是当亚哈舍一死，伊的老母也就是太后亚他尼雅，竟然发动政变，甲家己的孙总掠总刣，家己篡位做王。虽然短短的6年久，毋过伊实际上又统治南犹大做王。总是伊毋是正统，也是非法篡位，所以一般也无称伊是王。圣经内面留伊做王其他的资料非常的少。伫伊刣王孙的中间真加在有一个叫做约示巴，是亚哈舍的小妹，也是大祭司耶和亚大的某。甲伊一个孙仔差不多遮大济的约阿斯，以及囡仔的年某偷藏伫圣殿内保护条例。经过6年久，亚他尼雅无发现即个代志。第2段是十1章的第40到12节。这是耶和亚大设立约阿斯做王。约阿斯大约7岁的时，这是耶和亚大秘密策反，主要伫保护王宫甲圣殿的军兵、利未人，佮召集南犹大各地方的士大人民来到圣殿，利用宗教节期来设立亚哈舍的囝大笔王朝为所剩的王子约阿斯，互伊做王。亚他尼雅听到了后，喊讲：造反啊！造反啊！特别转去王宫的马门，伊伫遐互人杀死，结束伊罪恶的一生。第3段是11章17节到21节，耶和亚大的改革。耶和亚大伫做王的监护人甲大祭司的期间，伊顺势推行宗教改革，互王甲人民重新甲上帝立约，也互王甲人民立约。了后，因拆除巴力庙，佮清除偶像，也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然后因保护约阿斯进入伫王宫，正式坐王位做王。人民快乐，也率领通城，也拢平静。第4段是12章1节到3节，约阿斯做犹大王。约阿斯王伊出世伫一个变态的王族，伊阿公杀死家己所有的兄弟，阿嬷佮杀家己所有的孙做女王，老爸互隔壁国的新王杀害，家己佮变做亡命单袂当现身的政治犯。约阿斯细汉足足有6年久，是秘藏踮伫圣殿一个小小的范围，受暗中保护。当伊做王，唯一上通安慰的事，
是伊个故场，也是大祭司耶和亚大要活地时，有遵守祭司的教示来做上主看做好的事。第五小段是12章40到16节，约阿斯王修理圣殿。约阿斯王可能自婴仔到囡仔差不多7岁，一直拢住踮圣殿，所以对圣殿也有一寡感情。所以伊看见圣殿有侪损害的所在，就真得意，爱祭司对所收集的奉献中间摕出来做收件的路用。迄时圣殿对所罗门起好，经过大约已经120外年，也已经有袂少损害的所在需要修理。总是经过久，到约阿斯已经30岁做王，经过23年，圣殿的修理拢无动无静。约阿斯就叫祭司甲钱交出来，重新找人来负责这项工课。其中耶和亚大也做一卡奉献柜，用来做修理圣殿的全款利用。圣殿整修的工课也顺利进行，钱项的收入甲支出也记甲清清楚楚，工人的工钱也无欠发。祭司家己的份额也拢有收入，通讲进行了真顺利佮圆满。第二小段是犹大王约阿斯受杀害，12章17节到21节。梁记下卷对约阿斯的评价，并无特别讲啥物，敢若讲到着伊用贡品做礼物，化解叙利亚准备要攻打耶路撒冷的危机，以及伊落尾互伊的人神陪伴来杀死。若是咱读历代志录搁较清楚，有讲到当耶和亚大死了后，约阿斯就变面，伊搁恢复巴勒宗教的合法信仰，而且也杀害伊的大恩情人耶和亚大的囝撒迦利亚。这个惹怒上帝，致使叙利亚人敢若派一小队的军队就甲伊拍败，拍甲密密麻麻。而且伊也因为杀耶和亚大的囝，所以互伊的人神找理由甲机会，甲伊报复杀害。通讲约阿斯是对一个好王变做歹王，变款好头无好尾。两记下卷11章到12章对咱有啥物教示？第一咧讲，伫上歹的时代，也是好转的开始。两记下卷11章第一节讲，亚舍的老母亚他尼亚，坐在伊的囝受杀害，就起来造灭犹大王室所有的后代。亚他尼亚是一个非常可怕、狼毒佮变态的妇人。伊听到家己的囝亚舍死，竟然就将家己的孙总造灭，然后家己起来肖想要做女王。迄时大密的后裔犹大的王室经过几届的事件，已经强要灭绝去。
通讲迄是一个上界黑暗的时代，而且阿塔尼亚是阿王的查某囝，伊也正做巴勒宗教的热心信奉者甲拥护者。伫伊引进甲做王期间，大力伫扶持巴勒宗教，去大庙也有专任的祭司马坦伫正做伊的国师。南犹大国也快速沉沦败坏，变成异教化的国度。伫这悲惨悲哀的时代，上帝要留一拍微细无花的火种，延续大陆王朝的命脉，甲正做后来复兴的新希望。婴仔约翰死，就亲像婴仔摩西死无去，后来真侪民族的影响。山穷水尽无一定是绝路，有时阵转弯世界，就柳暗花明也真天光。重要的，咱毋通随波逐流，也是变成做黑暗的一份子。反倒当咱爱秉持愤而不悔、坚忍的心，仰望上帝的救恩，忍耐到底，就会当得到救。第二，则咧讲到恪守本分、忠诚尽职。耶和亚大是一个非常忠心尽职的大祭司。正统的犹太教祭司必须是出自阿伦的子孙来担任。摩西的律法对祭司的职分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就要遵守安尼的诫命顶。耶和亚大伊虽然是约兰王的子婿，算起来也是国中。伊的某约示巴甲阿哈谢是兄妹仔，到底是毋是拢是阿塔尼亚生的即个，咱无清楚。毋过对约示巴主动营救阿哈谢其中一个囝约阿斯的行动来看，伊真勇敢也真有正义感，是冒着死罪伫做即项代志。佮甲即个囡仔交互伊的翁耶和亚大共同牧养。伫6年的期间，的确因也过甲行行风风，袂当有一个闪失。因也甲约阿斯照顾甲真好，也教甲真好。至少伫日后耶和亚大还活着的时，约阿斯还算是一个难得的好王。这是耶和亚大伊可处的所在，在伫伊是一个知影家己的位置，坚守本分，无因为伊对约阿斯王有大恩，就正做地下皇帝，亲像中国三国时代的曹操，甲天子号令天下，反倒当伊忠诚尽职，伫边仔辅助约阿斯王，互伊会当行伫正直治国之路。两记下卷伫即个历代志录下卷24章15、19、16节，记载对耶和亚大的评价讲：耶和亚大年老岁数足就死，死的时130岁。人将伊甲列王做伙安葬伫大卫城，因为伊伫以色列中为上帝甲上帝的殿有真大的贡献。耶和亚大伊死的时阵是举行国葬，而且安葬伫王室的墓园，是甲王同级的尊贵荣光。这是耶和亚大也互咱看见一个谦卑的伟人，
值得咱学习。安怎伫黑暗的世代，犹原做光做盐，也伫光明的世代，为上帝甲教会继续听主听人。第三，稳将受报，恶有恶报。约阿施王原本伫耶和华大活地辅政的期间，是一个也袂歹的好王。毋过当耶和华大死了后，伊就完全变款变样，毋但永远搁开放巴力宗教，死火复燃，搁听袂落任何先知忠言逆耳的苦劝，甚至迫害用石头钉死甲伊做伙大汉，也是伊的温情人耶和华大的囝，通讲也是伊的表兄弟，祭司阁是先知的撒加利亚。上帝因为安尼，互南犹大国就变弱。所以阿王出动一小队的军队，就甲伊拍甲密密麻麻，互伊立功称臣，甚至约阿施也互伊手下人臣背叛害死。伊做王40年，享年47岁。咱看咱台湾，毋管伫过去也是现在，拢有迄个互称作是民主战神的，后来背骨互人民怨切，的确下场也拢会真落魄。其实毋是干那政治上的背骨，反骨者是安尼，任何稳将受报的人，终其尾也拢会受恶有恶报。伫信仰上也是安尼，咱看彼得后书2章20讲，人认捌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脱离世间的腐败以后，若搁互腐败的势力填地，搁压制，即款的结局会比以前搁较歹。愿咱学习耶和华大伊的正直、忠诚、守己、尽本分，伫黑暗的中间做光，也伫光明的中间成做路标，会当引带人归向上帝。也愿咱伫受恩、治恩、报恩，也无做背骨反骨的金刚党，是做上帝所欢喜，也是人所学乐正直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阮伫早起听读圣经历来记录10章到12章，也互阮通对这中间来学习耶和华大伊怎样伫黑暗的世代做光做盐，也伫光明的世代来做上帝所欢喜，也是人所赞赏正直的人。求主帮赞，互阮伫台湾拄着即个中国的威胁甲本国的内面也有一寡亲强的势力互相咧互赢的中间，阮犹原勇敢壮胆徛条，阮是一个光明正大台湾人的身份，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